代替数控二车自塔洛口河早时伫咧花莲甲富里区间，那就弄到一粒石头，地书车底保护底盘 SB 异常，停9分钟了后才慢速继续驶。详细原因目前正咧调查。因若最近较接地动，行政院长杜英泰今仔日是坐火车到花莲视察，伊希望代替通继续维持安全的行车品质。 列车行驶中突然慢落来，车内广播暂时停车。原来司机后发觉列车亲像去弄到石头，停落来才发现车头前辅助排障器歪去。9分钟了后，高出发以慢速行驶进富里站，公布通报路径甲公布单。人员去现场详细查看了后，无发现路线顶有障碍物，要求列车正常行驶，受损列车会进一步检修。 后续经过该区间的列车也有检视该路段，并无发现有异物在那边。该次车到了台东段之后，我们还会再继续详查。行政院长杜英泰拄好也伫17坐代替去花莲，伊表示一直会记哩要坐火车去花莲的承诺，总算会当实践约定，也强调这条平安回家的路，爱感谢所有代替工程人员的辛苦，搁较毋忙代替，爱继续维持路线平稳。 平稳很平稳，平稳，希望保持这样的行车的品质。到部落视察甲组织活动，杜英泰讲希望有更较侪人会当到花莲来耍。也毋过经过16个一摆规模6.3个较大地动尾了后，花莲又原是一直有较细地动尾。在地点计讲，就算有旅游补助，短期来可能旅客也是歹回流，即马才会当加价经营。4月3号那一次的话，基本上我调了大概70%。 当然是现场的客人，那现场客人的话，基本上就是一些新客人。都有在地业者伫网络上串联自救、跨越革命，联合卖起福地，希望伫观光客流失的这段期间，会当透过网购方式，将在地名产卖到各地，加减弥补一寡亏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